Ini ada saya minanam kita tu sual numita u amis atau pangsah。好，我那们numita anini 好，阿美族的4个大句型，上来好，我们可以试看看哈，来练习写跟说。好，那minanam kita semua atau mitilis iraku mapanaay numita ita terungan iraku minanamay saka nanay mapanaay hawi mangay ni pa palasa ani pa mitilis sumal ta utlatuan o minanamay好，我谢谢大家进来哈，然后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人很会了哈，那有的还是在学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学我们的族语。那希望会的尽量的来写或者说，让学习的弟兄姐妹可以从中间来学习。那我也希望还在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书写或者是说你也能够加进来一起练习写，好，然后才会能够增加你的能力。3，第一个呢是我说那么多，是希望大家能够进来学习，是一个很棒的。好，di dekat tu kita hau sarakatai hau， usah soalan nunyan hau 4个我们的阿美族的4个大句型上来好，能好，那个第一个单元是动词的句型，好，第二个是名词的句型，3个dulu是焦点的句型第4个没有写到，还没写到哈。好，再来下sarakatai anini， 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主格，有画那个虚线红色的中间哈，还有老师，你的 PowerPoint 要按下第2张是没有下来哈？你没有点呢？是妈妈按你点一下。好，等一下哈，没有点到哈。好，这样子哈，好，那个句型就是4个5连整。你的可以关。好，等一下好，有第一个单元是动词的句型，好，第2个单元是名词的句型，第3个单元是焦点的句号。好，再来就是这个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就是主格，强调的是主格哈，比如说顾，还有记、在，好，顾、嘎嘎还是顾沙发，还是顾一上，还是记音啦，还是记班奈，在音啦，好，在班奈这样子。主格，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主格哈。再来下一个。好 ，Madanian 你好 ，Kuni awawa 还是 Kura Safa 还是 Kuya awawa 好，也是主格，主要在讲这个主格 Kuni、Kura 还有 Kuya。好，接着下一个。好，在这个中间这个主格，好，就说 Kisu 好 Kapu Cindra Kamu Kami Kita Chandra 都是主格，我们今天要写的就是这几个。那希望我们等一下在写的时候，就是把这几个主格写在你的句型里面，还有记或是在不都古尼古拉古亚神来，好，这样的。好，再下一个来，我们就慢慢的来写哈。好，再来就是这个。好，今天我们的单元是动词的句型。第一个哈，第一节这个咪型的动词啊，譬如像阿拉，或是咪能，好，这几个好动词的句型。那我们等一下要练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找一个动词，
好，老师会，好，先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我这里会写一个主语还有中文的句型，然后那老师或者弟兄姐妹也一样写一个句型跟主语的句型还有中文哈，可是我跟我的句子调不一样就是了哈。那能不能你然后试试看了哈？好，譬如像我们进入就是我们今天要写的哈，咪型的动词啊，那第一句是我们要说的是肯定句的那个句子哈，譬如说妈妈拿菜，妈妈拿菜，那我们阿美也要说咪阿拉吉因拉杜沙邓，咪阿拉吉因拉杜沙邓，然后学员或者是老师弟兄姐妹，那我阿拉用过了，那你不能用阿拉哈，你能或是你杂溜你什么好几个动词，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如果你用你自己的，你用你的句型都可以，跟我的句子一样。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主格基因啦，这个基我用完了哦，那你不能用基，你可以用在因啦，或者是故的话，故嘎嘎或是什么，好，杜沙邓。好，你都可以这样子说哈，都可以这样子写。然后我们试看看哦，你自己先想一下你的那个动词，阿拉我用过了，你可以用别的动词，然后写上一个中文跟主语的句型，这样子可以吗？好，我先把那个咪动词的那个字根给大家看，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好，等一下哦，我转换一下哈。好，看一下，在这里有个，好，这左边这里有一个咪，还有看到吗？哈，咪型的动词这里哈，咪型的动词，好，可以看一下，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看你要哪一个动词，你每一个人选一个哈。好，比如说第一个，你能看？好，能是看。好，第二个 ear 听，好，第三个扎基腰说话哈，或者什么都可以哈。第四个那学习，那学习。第五个你在询问，或者是打招呼，你在。好，第六杂六戒，第七个萨拉玛玩萨拉玛。好，八路打，或者可以写 stay 八路或者 stay。第九个打告托打告。好，第10礼说拜访礼说拜访。11赏啊制作做什么东西赏啊。12阿slow打猎阿slow。13法扎洗法扎洗。好，第14个切切切。好，第15个西扫地好，第16个是嘎拉摇。好，马绕都好。好，每个人选一个那个咪型的动词，然后这个左边这个咪型的动词，我先给大家看个2分钟，然后自己先找一个你的要写的动词，我们等一下后面都会用到，都会写哈。那请大家先找一个动词来，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写哈。好，给1分钟看一下。
如果好了，我就进到那个我们等一下书写的那个方式。那请大家一起来写啊，不管是你学习或是很会的，都可以一起来写哈，也让那个学习的学员或者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然后试着写看看。好，马上到，马上都跟我们说动词之根。好，我就关起来了。好，可以了哈，有看到了哈。好。好，好的。好，现在我们要写的是第一个句子哈，肯定句。妈妈拿菜，你阿拉几音啦多沙灯。然后看你的刚动词，你想看到的是什么？啊，我是阿拉。那如果是你写能，那就是你能。好，这边几音啦，我已经几音啦被我用了，你可以写扎是妈妈们，好，扎音啦，或是扎班奈，好，或者是顾什么顾沙发还是嘎嘎顾沙发，好，比如说你能扎班奈度滴滴滴，或是你刚刚看的那个动词，好，米巴罗古嘎嘎度沙发，好，米巴罗或者是米斯蒂，好，写好的你就写在那个讯息栏里面哈，好，写好的写在讯息栏里面，中文写上去的翻译，哦，再写上你的主语，好，试看看哦，好，希望每一个人都来练习写。啊，太小了。是啊，那好，好，这样子可以吗？有，哎，这样，好，这样子看得清楚吗？会不会太小？可以，我们睁大。好，看得到哈，谢谢。所以老师，我们现在是选一个字根，然后对，照肯定句啊，主写一句。我刚看的，嘿，对，刚刚看的那个，对，动词字根，好，要换掉哈。然后记那个主格，我记用完了以后，你可以用别的za或者是刚刚说提数嘎固，好，那个都是主格，你都可以使用，或是古拉、古亚，好，古尼啊娃娃，古尼娃娃都可以，还是古拉什么沙发，好，都可以，好，你就用我们刚看的哈，主格，好，写好的就写在那个，好，把它送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哈。好，有人写好了哈，那写好的那个弟兄姐妹，然后我看到 Carry 5哈，好，那他们好，其实米少喜爱的第一三我们说，嗨，谢谢。米等于几那么那米等于咋那么多拉丢努马古。那么他们在听我唱歌。好，很好哈。米等于好，米等于听哈，米等于那个米等于可以连在一起哈。啊，空的其实是因为那个字根是等于哈，好，是把它连在一起。等于
咋那么就是那么他们好，杜拉秀好拉秀那个乌我们用 W 好，杜拉用秀 W 哦，老师嘿那个嘿我想问一下，U 跟 W 要用在什么时候啊？好，那因为他个乌们那个，有时候搞错哈。对，好，好，我先讲一下那个 ratio， 你那个 L 要用 R 哈。前面也是用 R 哈。啊，对 ratio 那个 U 我们是用在没有声音的 U， 比如像娃娃有没有 ？WA 娃娃不是五哇，是没有声音的 U。哦，它像这个哦 ratio，因为我们的嘴巴是有 U， 没有说 ratio。对，好，因为那个 U 是 U 嘛，是母音，所以我们念的时候一定会写说拉西物，不能。那所以我们说拉西秀，嘴巴是 U， 但是没有声音，像哇哇住，好哇爱有没有？也是有哈哇爱，好，可能好。好，希望你这个有帮助。好，谢谢 Kerry。好，谢谢。后面是都可以哈，这样是。那么他们在听我唱歌，好，很好，好 Kerry。好，请苏贤多，好，苏贤。老师的中文是要翻成那么他们在听我的歌，那么他的努马固是歌，是哈。你等于在那么多拉修努马固，那么他们在听我的歌，你在那么多拉修努马固，他好啊，对。那如果我这句的国语要怎么翻呢？翻成那个好，因为拉修还拉修是歌嘛哈，唱歌我们叫罗马修。罗马修唱歌，所以因为你写说听，那么他们听我拉修歌，所以你的应该说，那么他们在听我的歌，努马固我的歌，拉修，我的歌，好，还谢谢那个苏显，好，请苏显的。其实他的米德尼是不是应该要连？有已经讲的，我已经跟他说了。有，刚刚老师有讲，好。米达高古尼阿娃娃读白树，这个小孩偷钱。哎，对，很好哈。米达高偷古尼这个娃娃哈，你看 Kerry 他在娃娃哈，他是用 W 和娃娃啊，不是乌啊娃娃。赌白树钱，好，很好。这个小孩偷钱，好，可以，很好。对了哈，苏贤，谢谢。好，来做喊的。好 ，Sandy， 好，技术多。嗨，mi asyik kura kakak读巴拉方案。哥哥或姐姐在打扫客厅。好，很好，好，你阿西是扫，所以你阿西扫地。古拉嘎嘎那个哥哥，好，什么地方？赌巴拉方案客厅。好，哥哥姐姐在打扫客厅。好，很好，谢谢 Cindy。好，嗨，谢谢。好，请米粒板奈好。米扎六，等一下哦。米扎六几板奈都几了以非要，板奈向邻居借盐。好，借你那个借人字旁吧哈。米扎六几板奈，我刚刚有讲说。几，因为我用到了哈，几是有用哦。好，那个几是我用到，所以你现在是不能用几了哈，可以在班内或是古尼，好都可以。好，米扎六几班内都几啦，以必要好，这句子是对的哈。班内向邻居借盐，借盐，好，米扎六好，对，很好，好，我发。陈好，我发好，技术多。
米利素是无法以及亚洲案，无法拜访亚洲。亞洲係嘛？亞洲，亞洲，好，先米利素拜訪誰？去歐法去拜訪誰呢？去亞洲案，亞洲對，很好，他名字都有寫大寫，好，很好。歐法這個這裡沒有寫到大寫哈。米利素去歐法以及亞洲案，很好，對了，很好寫哈。那個歐法要大寫，好。五安安嘛，好，名字发后面的景啊所案也有大写，好，很好，谢谢欧发。好，记古拉斯，陈冠廷，好，信息，说多。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哪里跑掉了。伊拉登扎法伊伊那吉拉多达多更。昨天阿姨他们去摘龙葵。好，很好，谢谢哈。写的米沙邓，好，米沙邓采龙葵，扎法义他们哈，以那基拉昨天他们去拿什么呢？都更龙葵，好，很好哈。昨天阿姨他们采龙葵，米沙邓都更哈，很好，谢谢陈克林。谢谢。我那个意应该要跟那个纳吉拉连在一起。纳吉拉，纳吉拉对。纳吉拉对，应该要连在一起。对，我知道，你自己发现了哈。好，很好。好，老师，他的米拉登的米要大写。哦，然后字尾要还谢谢你提醒。是句型结束要一个。好，对，好，谢谢。好，那个古拉斯老师，好，米沙邓的第一个字我们要大写，好，尽量我们就要熟练了哈。第一个字咪要大写，然后句子的结束我们一定要一个句点，还一个点号，还能好，谢谢，好，再麻烦你，感谢。好，句型是没问题哈。好 ，Harry 吴你已经。好，订正了哈，还首先他这说 ，Gary， 好，等一下。好，哪一个没关系，慢慢来。米等于在那么多拉秀，努马古，那么他们在听我的歌。好，很好，那个拉秀很难念哈，那个 R 是要弹舌哈，要弹舌日拉这样，拉秀，拉秀，好，练习弹舌哈，然后阿妹说很多弹舌音，对，拜拜，谢谢，很好 ，Falios， 好 ，Kisuto， 来，你嘎拉过来我住，都我嘎诺拉西利。那只狗咬着这只羊的骨头。好，很好。嘎拉咬嘛哈，你嘎拉咬骨拉，挖住那个狗，都欧嘎那个骨头。好，谁的骨头？努娜西瑞，那个努娜是这个还是那个？这只努尼还是努娜？努娜的话是那个吧？好，努拉或是努娜努尼尼亚的缩写就努娜。哦，你说努娜哈？努娜系列这只应该是努尼哈。这只因为可能是修姑峦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好，是哈，努娜韩国努那么好。努尼，努尼，努尼像努。好，就按照你的语序哈，努娜系列好，那只狗咬着这只羊的骨头，好，句型是对的哈，很好。米嘎拉古拉瓦住，多欧嘎努纳西瑞，好，努纳西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讲努纳哈，努纳西瑞那个骨头，好，这只骨头，好，很好，谢谢法利奥斯，好，下一个，好，米粒已经。好，更正我的戒的，好戒，好对，好，那个古拉斯
冠廷已经更正了哈，好，很好，谢谢你们哈。好，这样子就对。好，下一句哈，这个写好了，我们就下一句是疑问句哦。同样的，你刚刚的句型，好，问句的时候，像我的是妈妈拿菜吗？好，你刚的句型后面只要加一个 how， 就是问句了哈。你阿拉几因拉多少等好？不知道别的那个语系是不是这样哈？问句的时候，按照你的语系哈来写哦。好，按照我们先来写第二个哈，肯疑问句哦，疑问句。好，我们一句一句按照你的习惯用语，或者是你们在部落里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写哈。好，再写哦。好，你阿拉几因拉多少灯？好，你刚刚的句子都可以用，然后再加上问句。好，你阿拉几因拉多少灯？好，你阿拉几因拉多少灯？好。马热多，然后就放在那个讯息栏。好，好，可以用你刚刚的句型都可以哈。好，写疑问句。好，Marutuku ni offer， 好 offer ada， sausin ko ni sulatan na miso。民宿进拉以及金江然后他拜访金江吗？好，民宿进拉他拜访以及金江岸，好，对，好，很好，他拜访金江吗？他去拜访金江吗？好，那个金江那里几可以分开，好，好分开，然后金江。那都好，还好，好，谢谢。好，我发，好，苏璇，安奈，结束多。你大高古尼阿娃娃独白书好。这个小孩偷钱吗？对，好，很好哈。好 ，Sandy， 好的。嗨。米阿西古勒嘎嘎杜巴拉芳好，好，哥哥姐姐有打扫客厅吗？好，很好，对，就这样子哈，好，然后好，把你刚刚的句子再加一个问句就好了哈，我们就斜着来写哈。老师，这个 Sandy 的古拉是不是要古拉那个，你是古拉哥哥，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哦，嗨，对，那个哥哥可以吧？古嘎嘎，要不然是古嘎嘎也可以。他说那古拉嘎嘎那个哥哥好，好，法利奥斯，好，基索多。你发giác是嘎嘎多的歌手。
烧。哥哥或姐姐在洗衣服吗？好，他们烧也是问句哦，哈。伊发扎几嘎嘎都里过烧，好，也是问句哈，好烧，好都可以哈，按照你的习惯哈。法律是你们那边是烧哈，来，好，来，好。好 ，Sandy 在订正了。好 ，Sandy 订正。还那个后面那位哥哥姐姐。好。好，你再念一次。好，你的好。嗨，米阿西古勒嘎嘎杜巴拉方案好。那位哥哥姐姐有打扫客厅吗？对，好，很好。好来，哪一个？好，是米粒红米粒板奶。米杂六一般来都只拉一肥要好，我的好去哪里了？好不见了。好不见了。好，你再加上去。好的，谢谢。谢谢。好，阿诺你还在写当中，好，继续写哦。好，等他们哦。好，那麦给大家，所以好来练习写跟说哈。可以用那个，老师问一下，那个问句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语调？语调可以。就是海岸的那个，你大对，他没有我都白数这样子，都白数这样。你的好，我看你的没有好也可以。好，你先好，你用你的，不要好的话，米达高古尼阿娃娃都白数，是不是米达高古尼阿娃娃都白数？对，可以这样。它语调是这样。还有语调，可是你的句子后面还是白书？都白数，你看是这样。米达高古尼阿娃娃都白数，都白数。都白数，要往上扬。问句的时候，最后一句是往上扬。是往上哦，因为我好像有听到有人是什么那个音调。音调有点那个哈。是有的是往下哈，往下有点往下。好，可以啊。可是你的好不要的时候，问句还是要在哈。好，可以，你用你的海岸，你就用海岸的语调啊。好，来的好。下一个 Farius 好了哈 ，Sandy 好了，米莉也好了。好 ，Carry 好，吉苏多。嗨，好，我打开一下。Ditengih sana mo tu radio nu maku hao sao。对，烧。那么他们有在听我唱的歌吗？好，可以，好，很好。好，反正问句的时候就按照你的部落的说法哈。烧也可以，或者没有那个烧或蒿，你的口气就要有问句的感觉。像海岸他们不见得有些不会有蒿，有时候会有，有些会有，但是有时候没有。好，就按照你的口气。好，好，第三个我们就要写的是那个否定哦，否定句。否定句的时候，我这里说妈妈没有拿菜，没有拿，没有拿。我们说在埃比阿拉，好，看你的句子是在埃怎么样？好，基因在埃比阿拉基因啦多啥等，在埃比阿拉基因啦多啥等。妈妈没有拿菜，好，否定了，否定前面加一个在埃，那后面就是那。比阿拉没有拿，在埃比阿拉。好，那看你的句子，刚刚的也都可以。你前面加个否定在爱，好，
譬如像 Kelly 等业，这 I 比等业了，变成比等业，好，不听，好，看他们好，好，否定哈，好，有人写好了，好，当他们你好发，好，其实都好，你写好了哈，好，好发首先，在比等业长大读呀赛后，他们没有听师傅的话。好，这爱比等业，好，不听，好，不听，没有听，张大他们哈，他们不听，谁的话呢？杜拉赛后，杜拉赛后是那个师傅嘛哈，好，他们没有听师傅的话。这爱比等业张大杜拉赛后，你加一个杜拉的话是，那个嘛哈。我发，那你要加那个，他们没有听那个师傅的话。好，按照你的句子的话哦，好订正一下哈，叫杜拉跟杜拉跟古拉杜拉，那个好，那个师傅赛后好，很好，好，谢谢我发，好，苏显给说多。大高姑娘啊，我读白。这个小孩没有偷钱。好，很好哈。在爱比他高，没有偷。好，古尼阿娃娃这个小孩读白数钱，好，就是说这个小孩没有偷钱。好，可以。好 ，Sandy， 好，其实都。嗨。在爱比阿西古来嘎嘎读巴拉方案。那位哥哥姐姐没有在打扫客厅。好，谢谢。好，那么刚好前面加一个在爱比阿西好，没有打扫客厅。古来嘎嘎那位哥哥姐姐读巴拉方案客厅。好，好，下一个来记。好，看到我发订正了哈，还谢谢你哈，那个师傅的话，好，谢谢你。然后好，起码这还有没有人写？用你前面的句子都可以哈，用你前面的句子，然后再加上否定在爱，加上一个在爱，就变成否定句。好。我爱都好，那或者是你还在写也没关系哈，你就继续写哦，慢慢写没关系，我们就是在练习，然后再写在讯息栏里面哦。好，下一句是被动句子哈，被动句子。好，菜被妈妈拿，菜被妈妈拿哈，马阿拉，好，马阿拉是被拿哈，马阿拉谁拿的？你伊娜。妈妈好，妈妈杜古沙凳好菜，马阿拉你赢啦古沙凳，菜被妈妈拿，菜被妈妈拿。好，你再写看看哦，跟这个一样哈，然后按照你刚刚的句子都可以。好，第二声好。试看看哈，让他们大家都可以写好，大家都可以练习哦。好，makhluk tu kuning ofat hao. Hao, ofat sao sien. Kuno miso.
妈妈，我被爸爸打。嗯，Masti numaku Cina。妈妈，我念错了，好，Masti numaku，Masti 是被打，被我打哈。Masti numaku 是被我打呢，被我打谁？爸爸被我打。那应该是爸爸被我打。好，我发是不是 ？Masti numaku 是被我打哦。谁？你打了谁？几妈妈？爸爸。所以应该你要写说，爸爸被我打。好，等于多。好，我发。好，是不是？等于那里哦。Mesti numaku 就是我被我打嘛，几妈妈爸爸，所以爸爸是被你打的。好，所以爸爸是被我打的。好，订正一下。好，我发。好，记 Valios。好，Valios 其实都。哦嗨，Masti na kusapaku，我弟弟被妈妈打。哎，对了哈，对，Valios 的这个句型就对了哈。好 ，Masti na 就被妈妈打哈。谁 Kusafa numaku 我的弟弟，好的，我的弟弟被妈妈打，哎，对哈，很好，谢谢 Valios。好，及苏显都，好，苏显，说都。Matagal nuni awawa gu baisu aku。我的钱被这个小孩偷。好，那大告被偷谁？努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古白树阿古我的钱哈，我的钱被这个小孩偷，哎，对，好，对了哈，谢谢，好，那个我发订正了哈，好，首先还在我发，你订正了，你说，好，我发，好。好，首先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伊拉多？伊拉多，嗨，伊拉多，好。哎，Masti ni mama kaku，我被爸爸打。对了，好，这样就对了哈。好，谢谢，好，很好。然后好，dilisan yo tanaman hao, nanam kita, ditilis atau 好，然后这个是被动的句子哈，被动的句子。好，然后米吉利塞，好，马绕多过你，从米粒板内啊，说多。Maalop numagu kufafui inachila。哎呀，我的鲁读没有写了。好，本来是你要说什么？好，用念的。我本来要说 Maalop numagu kufafui ilutuk inachila。哦，好，你在昨天在山上猎到山猪，我猎到山猪啊。好，你再订正哦。好，再写上去。好。好，然后你dilisan，好，tanaman yo hao，sudah to，好，你一定要书写练习哈。好，再下一句哦，是起始句，比如说拿菜啊，拿菜啊，拿去啊，去拿，意思哈。比如说呀了不拉登，好，后面是一定是惊叹号哈，呀了不拉登。有点命令的那个情形哈，说好了不拉登，好了不拉登，好，有命令你去拿菜啊，你去拿这样的意思。好，但他们有好，B 怎么样，do 什么东西，好，命令有点起始句，就是有点命令你去哪吧，或是你去做什么。好，再来，好，但他们你 delete 好。你用你的动词原来的动词字根都可以，或者是你用你想要写什么都可以。好，让他们
好，写好的就好放在讯息栏哦。祈使句啊，肯定的。拿菜，这个老我的是拿菜。亚拉杜拉登，阿拉恩古拉登，阿拉恩古拉登，这样子。好，安曼古米苏，好，迪丽登。好，maaraw ko呢，米谷请系。好，其实米谷老师，嗨，星星爱好。嗨，teman-teman aku hao. 嗨， Hai. Maafas Nura Akapahku Pisaki aku. 我的提袋被那位年轻人抢。嗨，好，谢谢。被抢哈，maafas 被抢哈，Nura Akapah 那个年轻人，不 Pisaki aku 我的提袋好，他说我的提袋被那位年轻人抢，好 maafas 好抢哈。好，很好，谢谢美惠老师。好，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祈使句哦。好，希望你每个人都练习哈。好，拿菜，好，这个地方，伊阿拉古拉登，好，阿拉安古拉登，这样子。好，我发啊，写好了呢。好，我发啊，稍息10分。脑能古拉嘎，路上小心。好，好，谢谢。这是我们每一天跟朋友或者家人要上班啦，或是做什么要道别哈，都会讲的话哈，很好哈。脑能古拉嘎，路上要小心啊。虽然说脑能是慢慢的意思哈，但是我们在话语上的时候，路上要小心，一路平安，我们都会讲脑能古拉嘎，对，很好哈。好，谢谢欧发。脑能杜古拉嘎路上要小心，不是慢慢的走，不是脑能古拉嘎，不是说慢慢的走，就是这是我们我们平常在那个跟家人啊，或者是朋友道别离开要离的时候说的话，好。那好，都好，起码我看到了，好 ，Sandy， 好，技术都路上小心。嗨，Bi asyik tu palafangan 去打扫客厅。对，命令对不对？Bi asyik tu palafangan，然后呢，老师我后面我就不会写了，这样就可以啊。Bi asyik tu palafangan 去打扫客厅，就有点这个就是祈使句，就是有一点命令你去做啊。对啊，这样就对了。很好，谢谢。谢谢。去打扫客厅比如妈妈的话，妈妈在命令小孩，我回来以前一定要把客厅打扫，表示把它放安，这样子好。好，他是问那个喂，苏贤慢，老师他是问那个要怎么改？他后面不是还有一个他不会改。那一个嫩哦，不是他我们的祈使句不是有2句，还有后面那一句他说不会，不知道怎么改。怎么祈使句后面的阿拉比阿拉恩加，如果是你要选哪一个句子的时候，比阿拉或者阿拉恩加一个 en。也都可以啦。我没有要求说2个都写。所以 Sandy 那一句是改成阿西根阿拉方案。那就要说阿西根哦，对，阿西根。嗨，法莱多，阿来如果是用后面的话是阿西根这样子，那我们用前面的比阿西都巴拉方案也可以。嗨，阿来，谢谢。好，谢谢。好，法利奥斯，好，皮索多。
比发扎都不对，把扎恩古不对。很好呢。去洗衣服。对，你的2个都写呢，好，很好哈。比发扎都不对，好，命令句型。好，发扎恩古不对，那就变成2个，这2句他都有写哈。好，法律是对了，谢谢你哈。可以2个都写哈，应该是要这样子哈，可是我没有要求写1个就好。好，很好，谢谢法律他2个都写哈，后面加en 的，好，前面加一个 be 做什么的啊？去洗衣服，同样是叫你做一件事，但是有2种说法，好，就像那个刚刚前面 Sandy 的亚西或是阿西根，一样，好，后面都可以讲。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后面那一句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客气一点？后面发扎恩古弗雷发扎恩古弗雷口气啊，虽然看起来发扎恩古弗雷en其实是有点命令的哈，发扎恩那口气我们就要有点重一点，发扎恩古弗雷发扎恩古弗雷，好，就没有那种命令你的感觉，可能你当时说话的声音可能就要重一点，en 这发扎恩。对，了解谢谢。一定要洗哦，这样子。好，老师说一定要做到的，发扎恩好，就有点强调说一定要做哦，这样的意思哈。发扎恩的话去，好，比发扎去洗，好，比发扎就是去洗衣服啊。他说发扎恩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衣服洗哦，en 哈，他说一定要把它完成的意思，这样子。一定要完成。3，老师请教一下。好。那如果是发扎恩古弗雷好，那发扎恩古弗雷这样不要用好了，因为那个口气就是那个你上面那个好是妈的意思，妈嘛，对不对？对。那口气上面发扎恩古弗雷好。要去洗衣服哦的意思吗？好，那就是有点温柔的来对他说的哈，一定要洗衣服哦。好，发扎恩古弗雷好，发扎恩古弗雷哟，好，这样的意思哈。那我们没有那个比较要求或者是很凶的口气，你要用发扎恩古弗雷哟，好，也是有一点叫你去做。对有，发扎恩古弗雷哟，这样子哈。如果没有洗的话，妈妈都会说小心哦，不会啦，不会这样子哈，就是口气的问题哈，看你要用，刚刚你讲说要加一个有或者好都可以，这个是有点加强语气的。好，去苏贤，好，去苏东。我们这个念完就先休息。好，苏贤。比达高度白数。比达度白数。达高温度估啊，我打错。达高温估白去掏钱。好，我那个都打错了。对，这个改估哈。你念的时候没有很那个呢，没有命令的感觉，很温柔。比达高度白数，比达高度白数，这样子好。达高温，达高温，达高温白数，对。那么那种去偷钱呐，达高温，一定要偷吗？这只是练习嘛，不一定是这样子说。好，要偷去偷钱。大哥叫小弟，大哥叫小弟去偷，对。你是大姐大啦，叫小弟偷钱。对，大姐大哥叫小弟，小妹去，对，好。大高度白说，好，大高温不白说，这样子哈，命令你的那个下面的人。好，米粒，你说多。好，我们念完米粒的，我们就休息一下哦。要了，都弟弟努发挥。请拿猪肉，你们要讲中文啊。比阿拉都弟弟努发挥，比阿拉都弟弟努发挥，你要不能句点要惊叹号。好了解，谢谢。好。
很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是休息哈，10分钟。我们现在，那就8点10分的时候我们回来，好，休息一下，喝水一下。进来，我们要开始喽。哦，好的，好。好，接着下来哈。好，我还要多好。下一句也是祈使句的否定句，祈使句的否定句哈。不要拿菜，好，一样是不要拿菜。阿嘎比阿拉杜拉登，阿嘎比阿拉杜拉登，不要拿菜。好，阿嘎阿拉恩，阿嘎阿拉恩，阿嘎阿拉恩杜拉登，不要拿菜。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说，会比较有时候加强一句，会说阿嘎啊加一个啊哈，阿嘎啊比阿拉杜拉登，有时候是口气习惯了哈，阿嘎啊，那我们也可以说阿嘎比阿拉也是一样哈，命令哈，命令不要拿哦，否定的不要拿哈，阿嘎比阿拉或者是阿嘎啊比阿拉杜拉登，阿嘎啊，后面有时候加一个啊，看你的习惯哈，阿嘎啊或者是阿嘎。阿拉恩古拉登，好，按照你的习惯哦。好，慢慢写哈，等他们哟。我先看那个，刚有人继续写哈。好 ，Cindy 的你订正然后，哦，他好，哎。Cindy 好，你说好。Bi-asyik tu balafangan asyikkan ku balafangan 去打扫客厅。对，好，很好。来，谢谢。谢谢你订正，好。即 Carry 5，好，其实都好，我打开一下。这个是很刚好，刚刚那个苏贤写那个比较高，我就看到很好玩。我说比等于读苏阿尼伊娜哈娜，就是那个弟弟不听话要去偷妈妈的钱，就要跟他说比等于读苏阿尼伊娜哈娜，阿嘎啊，大高恩读百鸡，不可以偷钱。哦，不可以偷钱哈，你就延续那个苏贤的那个，是吧？对啊，好玩。好，很好。好，他说好。Itu ni tu suara ni ina hana， 好，这是习惯用语哈，hana 是有点是有要求的感觉哈，你要听话啦，这样的 hana， 好，这口气好。他说：“妈妈听妈妈的话嘛，这样等于都说你那喊呐，这样子好，这是习惯用语喊呐哈。好，他说阿嘎啊吗？阿嘎啊，大家问古白字阿嘎啊，你是写阿嘎啊哈？是阿嘎啊，那个就不要 H 了。好，阿嘎啊，好 H 不要，如果 H 阿嘎啊这样啊。”阿嘎啊，不要，阿嘎啊，比他高应该是比他高哦。阿嘎啊，比他高的白鸡，好，阿嘎啊，你用打高问哦，阿嘎啊打高问古，那就后面就你打高问的话，这边就要用古，阿嘎啊打高问古白鸡，阿嘎啊打高问古白鸡哈。聊那个，聊那 H 不要了，好，阿嘎啊，强调的，好，很好，好，米粒的阿嘎比阿拉都弟弟努发挥，请不要拿山猪肉。好，阿嘎跟那个比阿拉，阿嘎跟不用连吧，阿嘎，好，这阿嘎。好，这个要空格。好，比阿拉拿，阿嘎是不要拿，都弟弟努发挥。好，请不要拿山猪肉。我修正。好的，好，很好哈。好，接 offer， 好，其实都
好 ，ofas。好 ，ofas 成。好，ira kau kiso。dengar tu ofas。哎，他可能在听电话哈。好，等一下，等一下好了。好，ofas ira kiso 好，你在吗 ？ofas。我爱嘛dia好，首先nomor ko好，siapa nomor ko？Agak pila om tu nanom。agak pila om tu nanom。好，不要浪费水。好，那我们就尽量，因为这是那个祈使句嘛，应该后面用惊叹号比较那个哈。agak pila om tu nanom， 不要浪费水。好，很好 ，fast 可以哈，谢谢。后面要用惊叹号。好，再来你 Kelly。好，哎 ，Kelly 那个，好，首先你说来。这个有写对了吗？还有那个古，你写嘎白字啊，古应该是古白字。Agak takawon 古白字。哎呀，又跳又。哎，对。哦，好。聊完他再说好。嗨。聊完那古。再古嘎，嗨。哎，怎么这样？好，苏贤，好，苏贤，给说多。好，本来比较高，有听到吗？有听到。哦，阿嘎比较高度白素，阿嘎达高温古白素，不要去偷钱。哎，不要去偷钱，好，很好哈。agak kita kau tu paisok， agak tak kawan ku paisok， 不要偷钱，好，谢谢，好 ，Valios， 好 ，Kisuto。agak kita kau tu lalu silano tahu， agak tak kawan ku lalu silano tahu， 请勿偷别人的物品。好，很好哈，好，agak kita kau tu lalu silano tahu， 哎。不要偷别人的物品，拉鲁西山，好，这边物品，好，拉鲁西山，好，agak kita kau tu lalu silano tahu， tahu 就是别人了 ，tahu 别人，好，谢谢 Valios， 可以，好，记 Sandy， 好 ，Kisuto。嗨，我好像没有分开那个前面。对，没关系，先念好。嗨。Agak bisa lama tu Mali， agak bisa lama tu Mali， 不要玩球。好，比你好。agak 好，分开对不对？你知道了。agak bisa lama tu Mali， 好。agak 好，这边后面的 agak salama 的话就不要逼了。agak salama 好。哦，嗨，本来都嗨，好，很好。来，谢谢。来都很好啊，好。Harry 好，马丁正跟你说，聊完他再。嗨，打开一下，等一下哈。比好。Ditengih tu suali anak-anak agak takawan ku paiji。好，可以。好，dengaran ku suali anak-anak， 好 agak takawan ku paiji。好，这里其实agak pita kau tu paiji， 好，你刚刚是用度吗？agak takawan ku paiji 也可以 ，agak takawan 不要偷钱，agak takawan ku paiji， 好，不要偷钱。好，awak tu好，我们就接着下一句哦，问人哈，问东西哈，我们先问人，第一句是问句哈，问人哦。拿菜的人是谁？拿菜的人是谁？哈，吉妈前面加一个吉妈哈，吉妈古米阿拉埃杜塔登，好，是谁？
是谁？吉玛古米阿拉埃杜达登，拿菜的人是谁？吉玛是谁？哈，米古米阿拉埃杜达登，拿菜的人。好，所以我们就练习写问句哦。吉玛，好，前面加一个吉玛是谁？好，后面句子自己写哦。吉玛怎么样？好，是问句哦，是问句。吉玛波怎么样？好，写看看哦。好，我们按照这个你 Sandy 订正的哈。好 ，Sandy 看一下，所以他在。Aka bisalamatu mali。Aka salamaan mali。不要玩球。很好，好。来，谢谢。来，好。马上这个你，本来好苏贤，好，提出到。金马古代读白书，偷钱的人是谁？好。金马是谁？古米达高外读白书，偷钱的人，好，米达高外读白书，偷钱，好。金马古米达高外读白书，好。虽然我们后面没有什么，就知道在问说是谁偷钱，哈，偷钱的人是谁？这样子，好，谢谢出贤。好，叫欧法多，好，欧法。今晚我们能来读一个是谁在看影片？好，今晚我们能爱，好，今晚是谁？你能爱看读一个，一个还是我们怎么拼啊？一个的话是一个，吴连成，一个的话电影的，我们怎么拼音？一个电影，也是用一哦，一个，好，一个，好，一个是日本的话的电影哈，一个影片，好，谢谢欧发，好，今晚古民能爱读一个。是谁看影片？好，影片，我们卡祖鲁，好，一个我们也是说电影哈，好，影片呢就叫一个，好，我们顺便写哈，看到一个阿美族因为太久没讲就不知道影片要怎么说啊，一个，好，还有那个卡祖鲁，我们很像小时候都是讲这个卡祖鲁，也是电影哈。卡祖鲁很像也是日文的翻译的哈，借用日文的好一个好卡祖鲁好吉 Sandy 好马克索多吉马古米萨拉马爱杜玛丽玩球的人是谁？对，很好。吉马是谁？古米萨拉马爱杜玛丽玩球的人是谁？哈。玩球的人是谁？好，谢谢，好，可以哦。好，阿来，好，吉米丽，阿来。吉玛古米阿鲁拜是谁去打猎？对，很好。吉玛古米阿鲁拜是谁？米阿鲁拜打猎，好，是谁去打猎？好，可以哦。好，然后好，练习写看看哦。好，这个是问句哈，问句问人哈。好，那在下面一个我们就要练习写问东西了哈，问东西哈。妈妈拿什么？妈妈拿什么？什么我们就说马安啊，乌马安是什么？乌马安古米阿拉安米伊纳乌马安是什么？古米阿拉安拿的，谁呢？米伊纳妈妈乌马安古米阿拉安米伊纳妈妈拿什么？拿的是什么？好，那你写看看哦。乌马安，好，再来是古怎么样？是谁？你谁？
是谁拿哈？妈妈拿的是什么？ Umaanku mi alaan mi ina. Umaanku mi alaan mi ina. 好，马上就给你书写。好，本来就是早些恩。哎，Umaanku mi tagawan nunawa。这个小孩抽的是什么？好，Umaanku mi tagawan，好，什么？mi tagawan偷，好，努力啊，娃娃这个小孩，好。Umaanku mi tagawan nuni awawa， 好，这个小孩偷的是什么？好，可以，好，很好，谢谢哦，对哈。好，ci Ofat， 好 ，Ofat Kisuto。Umaanku mi parumahan ni tanah种什么东西？好，谢谢哈。Umaanku mi parumahan 种的，好，种的什么？你达纳是个人名哈。达纳种的是什么？啊，Umaan 是什么？古米巴罗马安种，你达纳好人名哈。达纳种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啊，这样子。好，谢谢欧巴，好，写对了，很好。好，达纳们哟，好，练习写，好，写看看哦。Umaan， 好，前面加一个。Umaan 是什么？好 ，Mahruk tukuni Sandy， 好 ，Kisuto Sandy， 还老师上面还有那个 Farius 的。Farius 的，好，哎呀，怎么办？嘛Farius， 好 ，Farius， 好 ，Kisuto， 好 ，Kisuto Ayau。Umaanku mi arlopa nuyakapa， 那个年轻人列的是什么？好，很好哈，谢谢。Umaan 是什么？古米阿罗班，好，列的，打猎的，好，米阿罗班，路亚嘎巴，那个年轻人，好，那个年轻人列的是什么？好，很好哈。Umaan 古米阿罗班路亚嘎巴，好，那个年轻人列的是什么？好，谢谢巴利奥斯，好，好 ，Sandy， 好 ，Kisuto。嗨，Umaanku misalamaan ni wawa， 这个小孩玩的是什么？Umaan 是什么？古 misalamaan 玩的。古尼娃娃，好，等一下 ，Umaan 古 misalamaan 努尼，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是应该是努啊，嗨，努尼娃娃，嗨，来，谢谢。努尼啊娃娃，好，嗨。Umaan misalamaan nuni awawa， nuni wawa 也可以 ，nuni awawa 也可以哈。这个小孩玩的是什么？好，他在订正了。好，去你的本来好，好，我下面一句哦。我们按国有办理否定的猎物是什么？好，哎，你写2个哎，下面有一句。因为上面的没有写到一个猎物的猎，谢谢。好，所以是下面的才对哈。啊，还，Umaanku mi arlopa ni puting 啊，普丁列的是什么？好，很好，好。Umaan 是什么？你 arlopan 列到的，好，你否定，好，否定这个人，好，否定列的猎物。否定的猎物是什么？好，吉哈，好，给说多吉哈，吉哈，好，吉哈。请稍等，好来了。好，是哦，你是
下面有有那个我们安古米达登安尼巴奈啊，好，巴奈中文菜的是什么菜？好，我们安古米萨登安尼巴奈，巴奈菜的菜是什么？米萨登安，对不对？哈，我们安古米萨登安尼巴奈，巴奈菜的菜是什么？好，谢谢几何。好 ，Sandy， 你好，更正的哈，订正好，聊完哈子，首先哈子。我们安古米萨拉玛安努尼阿娃娃，这个小孩玩的是什么？对，好，很好。好来，谢谢。好，拜拜。好，然后好，有没有还要写？好，继续写没关系哈。好，再弄上来。好，阿诺阿瓦爱多，我们继续下面一个哈。我问动作了哈，动作哈。妈妈要做什么？咪妈安几音呐？咪妈安，好，几音呐？那个你可以改哦哈。咪妈安啊，后面那个不能再用记，好，用别的哈。是啊，或是咕，或是你说嘎咕什么？那这个主格哈。好，聊完好，好，每个人都会写哈。好，我问动作哈。妈妈要做什么？你妈安啊，后面你可以不要跟我一样啊，你写你的句子啊。你妈安啊，后面啊，我的是妈妈在做什么？妈妈要做什么？你妈安几呢？那你的是你妈安啊，后面自己写。我们按个嘛，给他等下我们说，按照你自己。好，数学的好了。好，你说好，早些恩。米妈安古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在做什么？好。米妈安古尼阿娃娃啊，这个小孩在做什么？米妈安做什么？古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啊，很好，谢谢。这个小孩在做什么？米妈安古尼阿娃娃。好，写米妈安，米妈安，或者米妈安啊，米妈安做什么？好，大家一起练习写哦。米妈安做什么？米妈安。
好，继续写米玛安。好，米玛安嘎莫也可以哈，米玛安长拉。好，阻隔都换了哈，米玛安古拉什么？米玛安古拉嘎巴还是古亚古尼都可以哈。好，也可以说米玛安嘎莫，你们在做什么？好，看到胡老师。好，好，结束了。好，Mimaan kura tam tao， Mimaan kura tam tao， 那个人在做什么？谢谢，好。Mimaan kura tam tao，Mimaan kura tam tao， 那个人在做什么 ？Mimaan kura tam tao， 那个人好在做什么？做什么？好，谢谢吴老师。好，去 Sandy Kisuto。嗨，你们按古人啊嘎嘎，那位哥哥在做什么？好，好，你们按古人啊嘎嘎，那位哥哥在做什么？好，可以，好，很好，谢谢 Sandy。来，谢谢。来，好，然后好，写看看哦。好，你们按，好，都可以。你们按。kamu 你们也可以哦，他们也可以，他们在做什么也可以哈，或者是你们按着什么东西在搬来，你们按着那么好写看看哈，做什么，你们按。好，maharap tukuni Valios， 好 ，Kisoto Valios。你们古巴罗努南莫阿马布隆，你们全家在做什么呢？好，你们按古巴罗努南莫阿马布隆，好，还有拉长哈，好，你们全家在做什么？好，你们按古巴罗努南莫阿马布隆，很好，好，谢谢 Valios。巴鲁努纳木，你们全家的意思。巴鲁努纳木，你们的家人哈，马布隆全部哈，所以说全家哈，你们全家在做什么？你们安古巴鲁努纳木马布隆，你们全家在做什么呢？很好，谢谢 Valios。好，然后第二来。好，那他们有好，你delete好结束，好，继续写好，好的，等人，好，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好，那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往下一句了，好，问句哦，问时间，好，这个是问时间，哈，好，问时间，妈妈何时拿菜？好，何时我们叫做哈古啊，或者是哈祖啊。好，什么时候？何时？哈古啊，吉伊那米阿拉都拉登。哈古啊，吉伊那米阿拉都拉登。好，哈古啊是什么时候？好，吉伊那妈妈米阿拉都拉登拿菜，所以他说妈妈何时拿菜？好，写看看好，看他们哟。好，在写的当中，我看到就先写。好，马上都给你米粒打奶。好，提说好。信息是我那是上一题的。上一题的，你们按在了一路都，他们在山上做什么？对，好，谢谢，很好。你们按做什么？在伊拉是他们哈，一路都在山上哈，他们在山上做什么？
这样对哈，谢谢你的。好，马上读过你本来书写哈，好，嗨，其实都好。Haku wa kuni awawa amitagao tubaisu，这个小孩何时偷钱？好。Haku wa什么时候？古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啊，米达高度白树偷钱哈。他说这个小孩何时偷钱？好，很好，谢谢苏贤哈。Haku wa什么时候？古尼阿娃娃这个小孩啊，米达高度白树偷钱。所以他说这个小孩何时偷钱？好，谢谢苏贤。好，其他的继续写哈，慢慢写哦。好，马哈鲁图古尼欧法，好，欧法多，好，基础多。哎，他做进了阿米索伊达瓜南，他何时拜访我？很好，好，谢谢。他做什么时候？金拉，他，好，他什么时候？好啊，米利索就是拜访。好，伊达瓜南我，好，说他何时来拜访我？好，这样子，好，谢谢欧发咯。哈古啊，哈祖啊，啊，我说哈古啊跟哈祖啊都可以哈，看你的习惯。哈祖啊，紧拉，他什么时候？啊，米利索拜访伊达瓜难我，啊，伊达瓜难，好，很好，谢谢欧发，好。好，马上都过你的本来好，其实都。阿朱啊，在伊拉达拉鲁多，他们何时上山？好，好，谢谢。哈祖什么时候？在伊拉他们哈，哈祖在伊拉他们什么时候？达拉鲁多去山上哈，他们何时上山哈？好，谢谢。好，哈祖我是哈古好。何时问时间哦？什么时候？好，问时间什么时候？何时？哈祖哈古好，然后你弟弟带好，好，继续写哈。好，看到法利奥斯，好，基础多法利奥斯。来，aku feel mizario tu utafai nomaku。邻居何时借我的机车？好，很好哈。他说哈古什么时候？我非要邻居，好mizario借什么？do utafai nomaku 我的摩托车。很好，他说邻居是何时借我的汽车？好，哈古古非要mizario do utafai nomaku 问句，邻居何时借我的机车？好，很好，谢谢法律。好，几 carry 说多。嗨。Aku menyukai kamu tak nyaro，你们什么时候回到部落？
好，很好哈。我什么时候啊？明路该回家，感慕你们哈，带回到部落哈。哈卓感慕哈卓啊，明路该感慕带你以尼亚洛，带你以尼亚洛，应该是部落哈。带你以尼亚洛来到部落。就是我写达尼亚洛这样。达尼亚洛可以这样写吗？好，简单说的啦，哈。达尼亚洛是口语化。好，那如果说来到部落，带你以尼亚洛，书写我们就尽量给它写完整。口语我们可以是达尼亚洛可以，但是我们要书写带你以尼亚洛，最好是这样写完整。好，打了哈。好，谢谢。好 ，Sandy， 好，给说多。嗨，阿朱啊，伊拉阿呆拉比迪里山。那什么时候去学校？好，很好。哈朱在伊拉，好，他什么时候？啊，达拉比迪里山去学校，哈，达拉去，比迪里山是学校，哈，所以他说他什么时候去学校？好，很好，写对了。好来，谢谢。好，好，吴老师给说多。来，一哈猪啊，吉妈妈阿尼巴做的巴波伊，爸爸在何时杀猪的？好，一哈猪啊，什么时候？吉妈妈爸爸啊，米巴做的巴会杀猪哈。他说爸爸何时杀猪？在什么时候？在何时杀猪的啊？一哈猪啊是在什么时候？吉妈妈爸爸。啊，米巴族的法会就是杀猪啊，所以他说爸爸在何时杀猪？好，谢谢老师。好，那爱多吉吉哈，好，基础多。老师，嗨，苏贤。老师，那个加一是以哈族啊，是指过去的时间吗？以哈族啊，在什么时候？啊，对，在何时？所以他是问说之前什么时候杀的这样。对，他跟我们的题目有一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以哈族啊，在何时？我们是哈族啊呢。好，没关系。好，对，我们是哈族啊。啊，他说字太小了，他看不到，看错。好，吉哈，好，给说多。哈抓在拉阿呆尼阿米斯金。好，中文是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考试？好，很好，好，谢谢哈。阿诺哈祖啊，你是上面下面的？你是上面下面的还是上面？底下的。底下的上面是阿诺哈祖啊，上面的语气就比较严肃吧。阿诺哈祖在的阿呆尼阿米斯金，应该是高老师刚刚讲到说我们是以底下的为主，我就重写一遍。是哈，好，谢谢。好，阿诺哈祖啊，好，什么时候啊？阿诺哈祖啊，如果按照它上面的时候，啊，阿诺哈祖啊，什么时候？其实那个哈不用大写哈，就前面的阿诺那个可以哈。阿诺哈祖啊，好，这个跟阿诺是如果的意思嘛？什么时候？这两个字不能连在一起。好，要分开。安努，好，一个字。哈祖啊，什么时候？好，在伊拉啊，带你嘛，来哈。好，带你的话 ，tay 好，带你好，带你哈 ，tay 好啊 ，miskin 好，这样子好。
好，几号有听到哈？好，他们下一句是哈祖啊在伊拉啊带你啊miskin，好，带你也是一样啊 ，tay， 好，正确的是 tay， 好，就这样啊。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考试？哎，句子跟那个是对的哈，可能书写这个带你 tay， 好，稍微改一下。好，谢谢，好，几号？好 ，Kelly， 你的订正的哈。好。Aku menyukai kamu tiny i nyaro。好，你们什么时候回到部落？部落，好，你这句子是对的哦。好，现在就是那个你呀若，你呀若，好，你后面加一个 ya， 你呀若，那个 o 后面个咽喉音，不是啊那个地方。好，是后面。你呀是 ya 哈，加 a 的前面加一个 y， 你呀若，你呀若，好。后面加一个咽喉音，这样就对了。好，句型是对的。好，谢谢，再改一下，谢谢老师。好，谢谢。好，几号改了哈？好，几号首先他的什么说嘿？嗨，他住在阿黛尼阿米斯金。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里考试？对，这样子写对了哈。带你好来是这样写，好，很好哦。好，谢谢几号。好，然后好，安外的话，我们就到下一句哦。好，足啊，好古啊，好，现在是要问地点，好，问句，好，问地点。妈妈在哪里采菜？啊，一足啊。好，一组啊，在哪里？在哪里？吉因娜妈妈啊，米沙登采菜。好，可以说妈妈在哪里采菜？好，那你要写一组啊。我们刚是哈古啊，什么时候？好，在这里是我们要问地点在哪里？一组啊，一组啊，在哪里？好，一组啊，在哪里？好，吉因娜妈妈啊，米沙登采菜啊，妈妈在哪里采菜？好，那你可以用你的句子来写哈，一组啊在哪里？好，谁谁谁？好。好，我看到那个 Kelly 订正的哈。Haku啊，menyukai kamu tiny i nyaro， 对，这样写对了哈。你们什么时候回到部落？好 ，nyaro 这样子写。好，谢谢那个 Kelly 订正。好，马罗的。好，马罗的你好，书写的写好咯。好，比如说多。好，少谢恩。Defect I 这次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这样有听到吗？哎，现在可以了，哎。哦，好，我下面那个我刚刚上面拼错。哦，好。一组啊，在那阿米 defect to flat。妈妈他们在哪里捣米？
好，谢谢。好，一组啊，在哪里？在因那妈妈们哈，妈妈们，在因那是好几个妈妈哈，在因那啊 ，midifak to flat 啊，捣米哈 ，midifak 就是捣啊 ，midifak to flat， 好 ，midifak 好，这样看到写到句子哈 ，midifak 就是捣，好 ，to flat 捣米 ，midifak to flat。谢谢苏贤。好，妈妈他们在哪里捣米？好，好我发好，其实都。哎，你说起米酱阿美迪利，米酱在哪里读书？好，很好。你说在哪里？好，吉米酱，米迪利，好，米酱在哪里读书？好，很好，谢谢。我发对了哈。好，吉米利，奈。一组啊，在了啊，米福定他们在哪里捕鱼？好，很好。一组啊，在哪里？在伊拉他们米福定捕鱼，他们在哪里捕鱼？哈，对，好，谢谢米粒。好，连成，我老师给说多。一组啊，吉嘎罗阿米嘎水，嘎罗在哪里砍柴？好，一组啊，在哪里？吉嘎肉，好，人民米嘎水砍柴，嘎肉在哪里砍柴？好，谢谢老师。好，吉哈，好，给说多。吉哈，嗨，主要是哥哥啊，米主啊。哥哥在哪里念书？好，很好哈。一组是哥哥哥哥这个名字。一组是哥哥米祖拉米祖拉。好，这个米祖拉可以不用间隔，直接连在一起。好，米祖拉连在一起。好，哥哥在哪里念书？好，很好，几号？好，把米祖拉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好 ，Sandy， 好 ，Kisuto。嗨，一组啊，古人啊，娃娃啊，米萨拉玛杜玛丽，那个小孩在哪里玩球？对，好，一组啊，在哪里？古拉娃娃那个小孩米萨拉玛杜玛丽玩球，好，那个小孩在哪里玩球？好，一组啊，古拉娃娃米萨拉玛杜玛丽，好，很好，谢谢 Sandy， 好，然后好，我看到几号订正了哈，对，这样子写就对了哈。好，几号？好，谢谢。好，谢谢老师。好，然后一组啊，一组啊，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有2句哈。好，下一句问原因哦。好，如果还在写的，继续写。好，那我们下一句哦。妈妈为什么？为什么？问原因哦。为什么 ？Now， now 就是为什么？米莎登记呢？妈妈为什么采菜 ？Now， 米莎登记呢？好，试看看哈，大家写一下哦。好，写完。大概时间也差不多，写完这一句哈，再写看看哦。Now， 米莎登记呢？讲妈妈为什么采菜 ？Now， 米莎登记呢？有没有人写？
好，我们的时间也快了，没关系。好，哎，我看到法利奥斯，好，法利奥斯，好 ，Kisuto， 早西恩。来，然后米利扎基苏都哈蒂尼埃阿拉里扎院，为什么你要问这样的问题呢？好，很好。然后为什么米利在问哈？米利在基苏哈，你问哈，都哈蒂尼埃是这样的啊，拉里扎院。问题好，很好哈。然后米利在基苏都哈蒂尼埃啊拉里扎恩啊，为什么你问这样的问题？哎，对，好，很好，谢谢法利奥斯。好，去米利达奈。然后米夫丁在伊拉，他们为什么捕鱼？然后米夫丁在伊拉，好，他们为什么捕鱼？好，谢谢，可以哈，去。好，苏贤，给说多。然后米达高姑娘娃娃读白书，为什么这个小孩要偷钱？好。然后米达高姑娘娃娃读白书。好，然后我们再等1分钟、1-2分钟看看哈，还有没有人写？好，看到了 ，Sandy， 好，基苏多。然后米阿西基苏都巴拉方案，你为什么要打扫客厅？对，好，很好哦，好。然后为什么米阿西基苏你扫地？都巴拉方案客厅哈，你为什么要打扫客厅？对，很好。来，谢谢。好，然后好，再1分钟。嗨，几号？好，几号？好，基苏多。你把我基苏起马当然。好，中文是。你为什么要生活？你为什么要打麻将？好，要打，你是打哦。可是你写你为为什么？好，然后你把路打哈，其实是马rangan，你为什么要打马让？对，好，很好哦。然后为什么？好，后面好 ，ofat， 好，其实都。然后 mereka kisutu nama， 你为什么要生活？好，很好。然后milikat kisutu nama， 你为什么要生活？然后 milikat 就是生活哈，和取火哈，就是 milikat 就是点火了哈。milikat kisutu nama 点火 ，nama 是火哈 ，milikat 就起火了哈 ，milikat 就是它就把 milikat nama 就变成就是生活哈。就是起火的意思哈。然后 milikat kisutu nama， 你为什么要生活啊？很好，我们很多新的句子呢哈。milikat 现在也学到哦。好，吴老师，好，kisuto。爸爸为什么要杀猪呢？你没有开麦克风。然后米巴做多巴布伊奇妈妈。爸爸为什么要杀猪呢？好，谢谢。然后为什么你把猪都发挥杀猪？谁？请妈妈，爸爸。好，爸爸为什么要杀猪呢？好，很好，这是问句的为什么。好，然后过来。好，阿瓦多好，我们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超过了哈。好，tahati ni kupinanam numitaan ini， 好，米阿来，kaku tamuanan， 好，每一个萨利嘎嘎，好，信息，好，来这里一起来练习跟说哈，非常的很高兴，比kaputunu namo tunini zalai nanai mararit kita minanam， 大家不断掉我们的语言，好。atau sutra numita usual numita o amis atau bangsa hao。好，来，谢谢。再看，好，阿蒂尼的好，好，阿拉用，
Rayong, aku kita singsi.阿兰用，阿来，阿拉信息。嗯。